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民进党台南市立委林义景涉嫌诈领助理费，检察官讯后，认为伊涉犯贪污，佮假造文书顶罪，以100万交保。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做假消息案，佮继续摊销，谈讲大问题拍算要做第三方的公证小组全面来查销。咱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涉嫌诈领助理费，将检调搜查伊的国会办公室佮台南永康的服务处，约谈19个人。今仔透早5点外，台南地检署是裁定林义景100万交保，一个姓黄的主任是申请羁押禁见。委员，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我很想让法律还我清白。经历要24点钟的侦讯，民进党立委林义景日透早行出台南地检署，表情看起来淡薄仔忝。面对记者问话，伊是强调家己是清白的，了后就随坐亲友的车离开。委员是有认罪了吗？交保了后，林义景随一个面册发文章向支持者信心发声，感谢大家关心，嘛呼吁司法爱理清真相，把司法的资源幸福其他更较需要处理的弊端。因为林义景被看作是总统赖清德的子弟兵，加上最近民进党烧杀发生，前行政院发言人陈中间被起诉，交通部长李明安落台事件，打击民进党的形象。其实我已经肯定清德兄在这一方面好几次了。从郑文灿的案子开始，就是一路检调几乎就是开绿灯，犯法官商勾结，不分蓝绿白，有案该办就办。我想这个才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气象。不断的放话说，哎呀，这是民进党的内斗啦，或者说是民进党内部的这个所谓派系斗争等等。我觉得只要是这样子，都是一种把司法当成儿戏。现在的检调所侦办的案件来说好了，其实民进党都是其一的标准，那就是尊重司法，勿枉勿纵。林义景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南检伊当时去敲立法院的办公室甲永康服务处，甲15个嫌疑人甲4个证人，计将19个人带转去问话，落尾是12个人请回，5个人交保。原来林义景是去互检察官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等罪，去奉下令以100万交保，姓黄的服务处主任声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华甲云林拢传出光电的弊案，检方将搜查2个乡的公所佮代表会，约谈2个乡长佮代表会主席。云林一个姓曾的乡长，佮乡代会姓杨的主席，佮一个亲像是做白手套姓江的查甫人，这3个人拢互羁押禁见。另外，中华一个姓蔡的乡长是以120万交保，这案件佮继续在追查。中华甲云林2个碗口的乡镇传出光电弊案，中华检方执行精兵专案，20号对着中华、云林2个乡的公所以及代表会等所在的收束，带回2座的乡长以及代表会主席，拢总45个人。中华检方嘛对着41个人讯问，认定云林某乡长以及这个乡的代表会主席等7个人涉嫌重大，向法院来声押。侦办彰化县某蔡姓乡长等涉嫌绿能贪渎不法案件，经本署15位检察官讯问41人次后，认中姓被告等7人涉嫌犯罪嫌疑重大。中华第21号裁定，云林某中姓乡长以及杨姓乡代会主席，还有疑似担任白手套的江姓男子，羁押禁见。中华某蔡姓乡长是以120万的交保。这起案件当中，中华某乡公所位置控制人员办理的公务，又是园处顶的供电系统落实来完工。不过，却被检举疑似弊案，检方追查中华甲云林这2个乡长隔了一条漏水溪，而且2个乡镇供电的工程疑似拢是由同一个厂商来承接。因案被羁押。县府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的一个公文哈，那假如说收到正式公文完了以后，我们会按照地方制度法第78条的规定，由县府先停止，然后再指派人来代理其职务。云林县府表示，若是收到正式的公文，
就依法来启动代理机制。李祥英乡长的家属是强调伊是清白的，两乡镇公庭弊案到底有啥物关联性？有待检方厘清了后，搁再来对外说明。记者中华婚林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民众党的政治现金的争议，搁继续在看烧。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和中评会停权，大问题是爱伊负责善后小组。也毋过党内有人质疑讲，黄珊珊是球员兼裁判，又搁有风声讲大问题要组成第三方公正小组，专门来查销。大办是表示讲会找第三方公正的会计师来查核签证。独派团体台湾国透早起国文地引导头前喷油漆抗议，民众党主席国文地政治现金争议要继续来谈。民众党中评会第二大决议，甲迄当阵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停权3年。不过黄珊珊向停权，还阁继续负责善后小组查销的工作，嘛叫党内质疑是球员兼裁判。即嘛传出国文地按算要做第三方公正小组，专门来查销，避免危机扩大。主席现在是不是没有让黄珊珊来查证，要找这个第三方的单位呢？迄若公正第三方的人士，去用点名的，包括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前民众党立委张基禄、罗香玲、台湾会等人，或者是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社会上有公信力的人士等等。台湾民众现在都说是一人政党嘛，哈。那就要看柯文哲怎么说了。我是没有接到柯文哲任何电话，看他到底是想要怎么做啊？总不会只是找我们来背书啊？我们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党职嘛，我没什么身份跟特别的角色可以做这种事啦。因为过去不是也是有这种财务监督什么委员会那种东西啊，等等啊。那我觉得就是循以前的那个模式，看下怎么建立。党中央回应讲，无听讲要找谢立功、张基禄、甲台湾会来做第三方查证平台人员。不过未来确实会找第三方公正的会计师来查核签证。嘛强调讲，这个举动不是要排除黄珊珊。他会领导善后小组，先把现阶段的这个查证的工作先做完之后呢，他同时间呢也会委请第三方来做签证。遐若国文地因牵手等背期，顶一日讲到有关人头公司的代志，台北市联谊决议，等司法侦查结果出来了后，再个讨论。不过等背期去看意外的厝，嘛受到大家关注。谢谢，看房子的事情要不要澄清一下？因为外界质疑怎么会去看1.2亿的豪宅？但背期伫人民册发文证实，最近这3、4个月确实有去看厝，价销差不多是1亿2千万左右，而且真久以前都有按算要换厝。上早去看的都是林基家，因为迄块地的巷仔弯弯弯弯，记者要找是较好找，生活嘛会较自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日陆军的北军团有战车去弄到路边的树仔，造成7个人受伤。昨暗6点外，又有一台载15个阿兵哥的军用大货车，经过邦山台26线落南的车道，去弄到一台奥多拜哦。奥多拜驾驶嘛受伤送病院。警方搁调查车祸原因。北军团是强调讲，因会来配合调查，嘛来强化阿兵哥行车安全的教育。一台军用大货车停伫路里边，还有一台明显风浪过的重型机车。这是屏东邦山乡台26线落南6.1公里的所在。21暗卸任的军人驶这台军用大货车要转去兵营的半途中，甲乌多摆相撞。这台车是哪边第一个撞击点？这里吗？警方初步掌握车祸头一浪的所在，伫大货车倒并头前的车链。这个事故也造成乌多摆骑士的头受伤，送医治疗。于里南骑乘普重机称发生碰撞，军车驾驶及乘客均无人受伤，酒测值为0，令普重机驾驶受伤，意识清楚。双方都无纠正反映，军方讲调事责任该等警方厘清，会配合调查。目前相关的肇责由警方鉴处中。第8军团指出，后续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且依照军车保险作业规定办理后续事宜。北军团四三炮击部20才发生战术len车驾驶哪像一手花hand倒入，搁分心摕物件，尾仔去弄着树仔。即摆搁发生军用大货车弄着乌多摆，虽望双方责任该厘清，不过连续发生车祸，北军团表示会强化官兵驶车安全教育甲防卫驾驶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争取联合国的大赛，捌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海莉，今仔来台湾访问咯，嘛甲总统赖清德见面。
赖总统是感谢海内小挺台湾，海内嘛望讲双方会当继续来加强伙伴关系，嘛呼吁国际社会爱继续支持台湾哦。另外，咱各地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最近是表示讲，伊虽然甲台湾有邦交，也毋过哦，南美洲国家有组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要甲中国做生意。巴拉圭哦，嘛完全开放。这段谈话嘛引起外界的注意。因为我能够在总统府跟海利大使访问团见面，我内心非常非常高兴。会见美国政治联合国大使、北京市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海利，总统赖清德感谢海利总是为台湾讲话。海利是表达希望继续强化台美伙伴关系。This is a time where we need to be vigilant. We can't wait to see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We need to get in front of the situation now.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alliances. We need to come up with a plan. And we need to know exactly what our message is going to be to the world.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因为中国一直施加压力。习近平最近伫咧会晤越强加斐济领导人了的联合声明内面，再一遍讲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对此咱外交部严正的驳斥，批评这个声明是配合中国颠倒是非、合理化中国违反扩张的意图。中国方面也继续滥用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限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对台湾友好的澳洲参议员也伫咧参议院提出，并且通过挺台动议，强调2500号决议并无涉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If the PRC wins acceptance of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is matter, then Taiwan security and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at increased risk. 因啊，伫最近南美洲国家所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关系同盟组织，正伫咧甲中国讨论贸易协议。咱国伫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态度也特别受注意。Nuestra posición con China es de total apertura. Es China Popular la que tiene cuestionamientos en el ámbito diplomático sobre nuestro reconocimient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Así que nosotros valoramos el esfuerzo de Uruguay, acompañamos.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讲，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是中巴之间的障碍，因为包括农业产品出口已经长期受到中国设障碍。但是贝尼亚强调，巴拉圭支持甲中国进行贸易的协议。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长林佳龙上任了后，画出民主、和平、欢迎的外交重点哦。今仔日一寡民间团体就公开来相挺，这民间团体嘛提醒咱的政府，就爱用台湾的名义来推动外交的工作。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发出台湾的外交政策要走向价值外交。外交部长林佳龙7月份出席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6周年活动，也提出综合外交概念。拜时的时，有民间团体认为，这是延续前总统蔡英文的踏实外交政策，呼吁各自应该支持。伊个内涵意思就是讲，甲咱台湾过去，咱经济繁荣成长，这一寡真好的一寡经验安尼吼，啊，甲咱一寡普世价值相近的一寡民主自由的国家呢，共同来分享，啊，做伙守护着和平啊，共同创造繁荣。林佳龙表示，综合外交有民主、和平、欢迎三大重点，以民主价值深化国际连结，以多边合作强化区域安全，甲打造经济二不落国。民间团体认为，配合这款外交政策，民间组织咧参与外国事务的时，也通透过家己的力量做出贡献。伫每一个领域，人民都会当去做国民外交。很多这个学者啊，医学会各种，其实我们在参加国际组织，我们都坚持使用台湾。那我们会遇到中国想要进去这个学会各种组织，基本上我们的立场就是要保留台湾的名称，绝对不能妥协。民间团体认为，台湾当咧以自由民主、医疗、半导体科技等等优势，和国际社会更加认捌台湾。伫这个时阵，非官方的民间团体、个人也通搭伫这个基础顶悬，向国际宣传台湾，增加台湾伫国际上的知名度。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前2天，台北爱甲室内合唱团去匈牙利参加一个国际合唱节，传出讲中国政府施压，要求讲甲咱的国旗摕掉。后来咱的合唱团表演煞伫台顶甲国旗摕出来，台下的观众拍声嘛愈拍愈大声，来替台湾加油。
台北爱家合唱团伫台顶表演刷甲国旗展开哦，现场的观众呼声是愈拍愈大声。匈牙利的国际合唱团哦，邀请咱的乐团去演出。16开幕以来，大会拢有挂咱的国旗，也毋过因为中国外交部施压，要求主办单位哦袂当出现咱台湾的国旗。主办单位是表示真无奈，有向爱家来解释。后来合唱团是向主办单位表示讲，伫表演刷因要伫台顶提国旗，对方嘛有支持。台北爱家哦，伫个闭幕演出的时，唱刷着展开国旗，接受观众的呼声。咱再来看台湾高等法院心理行特部细只的中校顶人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有阿兵哥哦，佮去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影片，宣示要效忠中共。高院今仔是以违反国安法定罪，判前少校军官肖尚云13档的有期徒刑。行特部中校谢明书判9档，前中校谢炳成是判8档。卖台不觉得羞耻吗？强调按被告伫法院介护出庭，有现役军人涉嫌翕自愿投降解放军心证影片向中共效忠。高等法院22宣判，其中退役姓肖前少校甲姓陈退役军官接触，以支付工作费做对价，介绍退役军人替中国发展组织，判刑13年。肖祥云犯贪污治罪条例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处有期徒刑9年。又犯陆海空军刑法之交付关于中华民国军事上依秘密文书罪，共2罪，各处有期徒刑5年6月，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退役姓谢前中校，若想要撤换现役姓谢军人在 CH-47次伦克军用直升机返回驶去大陆地区，高指示现役军人翕投降的影片，互人判刑8年。面膜驶直升机叛逃姓谢的中校，互人判9年。翕投降影片姓廖的军人涉犯违背职务受贿赂罪，互人判刑5年6个月。姓康甲姓何的军官收受红包，互人判7年2个月加7年4个月。姓洪的军人判7年，姓刘的军人涉嫌刺探军事机密，判刑1年6个月。被告姓吴的军人是无罪。审判长叫你们好好做人，有没有听进去？互对方吸收的主嫌姓陈的退役军官，目前逃亡通缉。一审宣判了后，专案是还会当上诉。这件案件包含陆军、航特部、华防部，也甲金防部等营区真侪个官士兵拢有牵涉到。行动全台北中南东，也有外岛拢有营区卷入强谍疑云，引起社会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申请按优惠贷款哦，互房地产的市场是热扑扑。中央银行要求银行业者哦，爱伫9月初进前提出不动产贷款具体量化的改善方案，无排除讲要搁再调整信用管制的办法。新青安政策上路，带动房市交易量增加，不动产贷款集中度来到37.4%，离历史的高点敢若差0.3%。都惊信用资产先过头流向不动产贷款，央行进前有邀请各银行的总经理林家碧，爱各银行9月初前提出不动产贷款具体量化的改善方案，将持续呢关注国内房地产市场发展及银行不动产贷款风险控管，必要时调整了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市场，以维持金融稳定及健全银行的业务。不过，央行嘛提醒，袂当影响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也甲推送途径危险牢固建筑中建所需要的资金。另外，央行嘛呼吁银行顾虑到社会责任，唔通助长炒房、炒地，推出无合理的房价起价。若是传出银行有限贷令，拢会将利率有关到3%，用价来质量。国家贷款排队爱1个月，互一寡房贷户无法度贷款。银行汰选贷款客户，必须换厝，也甲唔是申请按下头一届买厝的人，贷款会还白钱。经济弱势的家庭，贷款的条件比较差一些，这些人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取得应该有的贷款。真正有购物需求好的这些民众，是不是因为这些政策而造成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买房子？房价一直真悬，引起市场烦恼。新贷、新青安贷款的少年人，5年后若无法度缴本金，恐惊厝都会卖掉，致使房价会崩盘，银行会面临拍销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行政院今仔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编194亿要来拨补公教的退付基金。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今仔早起佮去行政院来表达诉求，因要求行政院爱依照10档的精算方案拨补基金，因无要离厝的年改哦。已经绝食48点钟的理事长侯俊良，嘛佮继续去立法院外口绝食抗议。我绝食，我绝食，我抗议，我抗议！大声向行政院发挥，要求行政院依照10年精算方案拨补基金。全国总伫咧20已经到行政院外口进前，理事长侯俊良也开始绝食抗议，表达诉求。再一遍利用行政议会处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件，再一遍到行政院外口表达诉求，依照10年精算方案拨补退付基金，用10年拨补的数字，政府花费的总金额比用20年还省710亿。请问各位，你要用选择10年还20年？包括代替产业工会、公务人员协会等团体也到场声援，要求政府爱健全基金的财务。希望依照法定规定的精神，第一步先拨补因为新制造成的一个新的缺口，然后呢，接续来拨补我们旧的缺口，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基金的永续经营。我们对你就是基于不信任，才会要求你现在马上白纸黑字的承诺，以及要做到他应该要做的依法拨补。而不是持续的画大饼，告诉我们年金不会破产。全国总除了要求政府采取10年精算方案拨补退付基金，也要求政府承诺年金永续，卖离厝年改。虽然行政院安排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员进行沟通，不过全国总强调，至少就要秘书长级以上的人出面才有意义。违法集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集会游行法。我现在依集会游行法第25条，第一次对你们举牌警告。全国总伫咧进行静坐抗议，行政院上表是无派人出面。伫警方夜排警告了，已经绝食抗议48点钟久的理事长侯俊良，伫大家陪伴之下，转到立法院外口继续绝食抗议，希望政府会当重视教师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哦，昨有乘客伫车厢内底看到鸟鼠啊，捷运收到通报，随着派人去处理，冇抓到鸟鼠啊，无影响到车帮哦。台北捷运是表示讲，因为捷运禁止食食，鸟鼠啊是真恶生存，应该是对外口走入来，会来加强监控。拜三暗时7点外，台北捷运中山站站长通报，列车到站的时阵，有一只鸟鼠走去咧往新店方向的列车。现场看到的旅客是转达，迄个时阵车厢内的旅客因为看到鸟鼠真惊吓，也有真侪人全走出车厢外，引起众人紧张。蛮恶心的。昨天好像有一个客人在提醒另外一个客人说，那边有个东西这样子，但我没有看是什么。老鼠的东西会钻来钻去嘛，很小的洞都会啊。对，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收到站长的通报，相关的人员随早掠鸟鼠工具上车处理，顺利伫这班列车的第40车厢掠到鸟鼠，无影响营运。后续安排列车消毒清洁，因为捷运的车厢内禁止饮食，鸟鼠无生存的条件。研判鸟鼠是为站外走入去，会加强监控。嘛呼吁旅客，若是有看到，会当协助通报。我们呼吁旅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形，千万不要惊慌，在列车上透过通话器通知司机员或行控中心，我们会紧速的派人前往处理。台北市中山双连啊，这个地面上有很多商店，有的时候就会走楼梯到了这个捷运的这个范围里面去。随上2018年7月，台北捷运嘛捌发生过车厢出现鸟鼠的事件。迄个时阵，台北捷运调阅监视器发现鸟鼠是为大安松林公园站月台进入车厢，伫大安站停车了后走出车厢，也引起众人的紧张。有2个人因为小可烧杀有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会出现世界的超级月牛，台湾伫8月20嘛有看到。台东这2天毛民众看到比平常时搁较大粒的月牛，搁有无共设定的光环哦。天文馆是表示讲，月牛的光环哦是一款天文的现象，甲超级月牛是无关系，是受到天气的条件搁有光线角度的影响。东海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月光海音乐会。
是成要8,000个游客来参加。这2天拄好嘛会当看到超级月娘，伫月光下欣赏音乐的表演，游客拢感觉真欢喜。不过有人发现讲，月娘4颗位啊，佫出现无共色水的光，甲平常时的月娘无共款，看落是真特别。有一种生活就是充满惊喜的感觉，所以这个超级月亮对我来说就是时间点刚刚好，然后所有东西都刚刚好。民众看到这规空像轻的光，是一种月华的现象。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月华甲超级月亮无关系，这是大气层的边也有光线反射，种种天气的因素相似出现才看会到的。这个是跟你观察月亮当下的大气层、大气现象有关。它其实是要有一些波云、一些就是冰晶或是水滴，才可以有这些反射月亮光的现象。美国太空总署表示，今年会当看到4届超级月娘，9月、10月、11月份嘛拢会出现。也若东莞厝伫9月19到20，也有2场东海花月光海音乐会，民众可能也有机会看到月华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下冲突上新的消息，黎巴嫩的真主党利益是往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发射超过50粒的火箭弹，部分的人家厝受到攻击，不仅是无重大伤亡的通报哦。以色列伫迄天嘛轰炸南部的都市汉尤尼斯，佮有中部的都市迪尔巴拉，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打离开，双方又搁站起来哦，要协调双方停战，恐惊是无遐尼简单。黎巴嫩射超过50粒火箭弹，对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进行攻击。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讲，有一栋厝导火。למרבה הנס, ללא נפגעים קשים, במקום נמצא גבר כבן 30, במצב בינוני, בהכרה מלאה, מתהלך עם רסיסים בפה לגופו, כמו כן מספר נפגעי חרדה שטופלו במקום. 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讲，这边攻击是为保护以色列28日暗对黎巴嫩的攻击，迄当真造成1死19伤。虽然双方常常发生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不过最近是愈来愈严重。就伫以色列攻击边境差不多80公里的真主党军火库了，20真主党向以色列射超过200粒炸弹。2日，以色列坦克车、无人机攻击加沙南部的城市汉尤尼斯，甲中部的城市迪尔巴拉，边一直在收尸体。民众讲，唔知倒位才是安全的。这款攻击是发生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离开中东了，也表示布林肯到边来遮要调停的任务依然真困难。也伫咧中调解的埃及甲美联社讲，哈马斯未同意最近一边所提出的方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对以色列军队是毋是真正的撤出加沙，并且结束战争真怀疑。也让美国白宫讲，总统拜登伫咧2日有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过电话。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看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一只高级的游艇沉船，上新搜救的进度，来人失踪，其中5个人的遗体已经找到了。有英国比尔盖茨称呼的头家麦克林区嘛伫这只船顶，所以这件意外嘛受到外界的注意。意大利的海岸防卫队目前是还未确定遗体身份。意大利海岸防卫队员甲遗体鼓起来，游艇变去迄天，英国科技界的好家人林奇甲伊18岁查某囝伫失踪的名单，因的生死正人伫关心。根据搜救队员的讲法，游艇的外形大概上拢无歹去，沉伫差不多50公尺深的海床，甲遗体带上海岸是一个挑战。直到这只56公尺长的游艇去拄到水光雷亚船，专家研判可能就是水光雷亚船造成这件意外。When we're at sea, we're basically we navigate around them. We'll monitor them and track them, and we'll maneuver the vessels around them as to not be affected. Obviously, in this circumstance, it'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it's dark. 水光雷船wat进的时阵，游艇60秒就变去啊，沉落海底了后，也因为船舱内底空间甲通路摊满真侪家具物品，也甲真高的涂刷。参水人员大概落水，敢会当停8至10分钟。为了进入船舱内真下通路，佮调度动起，参水员会当点20分，甚至出动海洋机器人会当伫海底300公尺深作业6至7点钟。
It happened at night time, but it's also to do with the vessel stability, how the water managed to ingress into the vessel so quickly. 英国每日电信报日一指出，林基甲伊查某囝汉娜的遗体已经被找到。意大利国营媒体报道，郭靖华的4具遗体分别是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董事长布鲁莫·昂阿伯、高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莫维洛·昂阿伯。不过遗体身份也需要亲属指认，意大利官方嘛还未正式确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巴黎奥运结束了，大家对台湾体育发展有未即个看法？职业篮球工会佮女子骹球工会代表今仔是伫国民党智库的会议指出讲，除了奥运选手、亚运选手有黄金计划，其他运动员嘛需要有保障。伊嘛希望讲体育部先加做体育事了后，有愈侪正确的讨论。最后一届变奥运，李勇甲王泽林羽毛球双打金牌2连霸，离开国家队的后一步，李勇讲要去选羽毛球协会理事长，帮助愈侪优秀的选手。多年来，伫咧棒球、篮球、查某骹球工会内底大家奉讲，顶一届国体法修正了后，有真侪运动员的问题也是无解决。那就包括制度性的改变，或者是更多的全民参与的机会。像李阳这一次他说他要选羽协，那他的这个选举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民众可以支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会关注的地方。运动员退休了，除了去学校做教练，敢有其他的选择，也是创业的辅导，这就需要愈侪资源甲政策的帮助。即下工会理事长詹文鼎就讲，国手的出场费甲失能保险已经进步真济。不过，若讲到这些选手家己去请的防护人员甲训练师，这的付出嘛，希望会当争取到内扣所得税申报。那对于我们在自身的投资上、训练上，还有一些恢复上，那我觉得选手就会有更多的意愿，更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帮助、一些帮忙这样。然后反过来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自体那个竞技水准更提高，那我觉得是好事啊。奥运了会当替运动员做啥物代志？国民党智库邀请各界代表入会座谈，所讨论到的问题真宽。不过对运动员收入、企业支持体育运动的减税，目前是已经较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的铁道局规划，宜兰到罗东的铁路高架化的计划已经通过环评，按说要拆掉9个并交道、4座桥来做整体规划哦。也毋过，地方就要负担将近106亿的配合款哦。宜兰县政府是表示讲，因的财政真困难，望中央会当增加补助。记者会开到一半，并交道警示声就开始响，走哪放来。宜兰市后社路并交道附近有市场甲边缘，人甲车真多真塞，交通需要改善。但会觉得说这平交道要高架吗？需要。为什么？不然会塞车。最后需要。怎么说？因为这边火车有时候班次蛮频繁的，有时候一等就要等3趟列车这样。是。尤其若是上下班时间，并交道有人车就要等几60分钟才会当放车过。大家认为上好的方法就是铁路高架化。目前交通部铁路局规划，宜兰到罗东铁路高架化计划已经通过环评，正在综合规划阶段。要甲9个并交道加4个天桥提掉，因果钱无够。铁路高架。中央增援，大车化铁路高架中央到3工的考核，宜兰铁路高架计划总工程费用501亿，地方就要负担要到106亿。宜兰县政府讲财务有困难，县府甲地委拢希望中央会当降低配合款，和计划会当推上。关于宜兰铁路高架的费用，的确是偏高。那目前这个问题，行政院还在持续在严厉讨论中了。交通部是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督导的部会之一。行政院认为，宜兰铁路高架化的地方配合款确实是偏悬，安怎协助解决？行政院怎么也搁伫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公布，去年上半年18岁到24岁骑奥多拜伤亡的青少年是有2000多人。市政府就鼓励青少年去报名奥多拜道路安全驾驶的训练，政府上侪是当补助2600块。期间是青少年考驾照的高峰期，少年人拄摕到驾照，加以骑车。
根据台北市112年顶半年的统计，18岁至24岁青少年骑奥多麦伤亡的案件总共有2079件。为着要提升青少年骑车的安全意识，双北市政府拢有鼓励青少年报名参加奥多麦道路安全驾驶训练。双北市政府上侪补助2400块至2600块的报名费。因为有上过训练班，所以会比较小心去驾驶。平常要注意防卫驾驶的观念，然后要小心骑车。机车事故伤亡的比例那个趋势图，我们把年龄层做一个分析，18到24岁那个趋势是飙上来，然后24岁以后就下来。另外，除了青少年骑车的安全，酒驾嘛一直是道路安全的高危险族群。根据台湾酒驾社会关怀协会统计，最近这10天食酒赛车死伤的人数，其中18岁到44岁的青壮年死伤的人数上多，影响侪家庭留来遗憾。2014年到2022年，酒驾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18岁以下未成年的族群死伤人数有8078人，然而在18到14岁的青壮年高达了96101人。食酒赛车出车祸造成弄假煞体的新闻不时拢有，真侪民众啉酒过顿工就开车，实际上酒精也未退，提醒民众若啉米露一定爱经过12点钟，高粱爱24点钟才会当就路，避免危险酒驾的状况发生。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婚林普尾中原普渡3天是声超过30万人次来参与，加上大的特色是鸡仔铺分做7区拢真有特色。地方希望讲会当来争取登录做婚林县的文化资产，会当来传承，也互愈侪人来认捌普尾民俗文化的特色。中原普渡又搁到啊，婚林后尾拢会封路进行鸡仔铺，附近的民众拢会穿甲真澎湃来款待好兄弟，场面真壮观，所以嘛有北家人南后尾的讲法。有车，有作业布，老人的部分咱嘛有老花眼镜，老花伊咧泡茶嘛有茶好再来伊的女孩的部分，咱就是准备要使用的物品嘛，无手环因的娱乐方面，咱嘛有准备机椅，麻将、牌互伊来使用。后尾的中原普渡分做7大区，各区拢有特色，包括北区的冰雕、东区的炮城，也佫有南区的肉山等等，也佫会设置看道，拢摆甲真青草，真好看。佮再加上歌舞表演、彩鸡游行等等。今年嘛拄好当着假日，3天就吸引超过30万人次。最早源自于清朝，那整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虎尾镇上7大区，一区一特色的这个普渡的科仪呢，主要是形成在日治时代，那也是全镇几乎所有的民众自主性一个参与。那我们希望呢，透过就是未来可以透过文化资产的这一个审议，让这个非常具有虎尾在地特色的一个民俗活动，可以成为无形文化资产。文管处表示，后尾中原普渡的规模甲出名度拢被输给家人。不过目前家人中元节已经是国定重要民俗，地方嘛咧争取互后尾中元节登录做文化资产，透过愈专业有系统的保存甲传承，互愈侪人会当了解后尾的中原普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风景区双园别馆传出要关门了，主要是因为地动影响拢无游客佮加上凯比风台扫过，园区的老树有真侪拢倒去，需要来征收。经营团队是表示讲，开到8月底就要开始休困。听讲双园别馆月底就要关起来，真侪游客透早就来遮佮看咧。甲历史建筑还佮有青红翕相，希望双园别馆会当继续开放。他们说8月底就要结束了嘛，所以说趁这个机会赶快过来看一下。遗憾，然后短时间内没办法恢复的话，那就会变成一个上课的一个损失这样子。双园别馆伫1942年起的，日本时代是花莲港陆军兵事部，即嘛是体育会外包互民间经营的文化景点，常在办展览、诗歌等等的文化活动。不过受到地动甲风台的影响，即嘛逐工来参观的人数无到100个。中原它一直在。好，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还会有回来的一天。那至于现在目前可能是在内部一些整理、整修、维修，让我们的树能够再好好的成长。
地震了后，花莲的经济受影响，加上风台霜等交通，真侪在地产业拢小连续关门。部分的店头甚至已经放弃市场，改去外县市发展，免怎进行观光，真做重要的议题。因为这附近还有早期的花莲港放送局，那还有将军府，日式的将军府，那还有以前的战俘营。那过去这些东西把它结合起来，那我相信是可以成为一个小旅行，而且是很有卖点的。经营团队强调讲，园区会营业到8月底，按算9月初因就会退场。未来退伍会整理好势了后，要是有机会搁倒来经营，因为园区的工作人员会用资遣的方式来处理。未来要是有可能搁找大家倒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上新的统计，年癌是咱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第4名，嘛是女性癌症死因的第2名，只输肺癌。家人中家病院最近有一个病人伫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黏房钙化，后来确定讲是黏癌，手术了后恢复了袂歹哦。医师就提醒查某人一定要定期检查加追踪。黏房若钙化，就要细日治疗黏癌。这个50多岁的陈小姐生活真规律，嘛无黏癌的家族史。煞伫今年的健康检查黏房摄影，发现2边的黏房小可钙化，就以切片病理化验了后，正式去治疗早期的黏线管原位癌，好加再及时开刀治疗。目前手术了后，恢复的情况良好，只需要定期门诊追踪。乳房钙化点非常常见。但是它有分良性跟恶性。如果是比较像细沙群聚的钙化点，就有可能会是肿瘤它代谢之后形成的一些钙化点。因为病患是希望伤口较细，也想要有女性的外观，负责 EDA 医疗团队进行黏房全切除，再搁进行重建，必须爱用显微镜加血管接合好，技术真悬，手术的时间爱10点钟。因为是自体组织，病人手术了后无感染甲白铁的问题，比起传统重建技术，对肌肉破坏较细，嘛比较较安全。我们需要把腹部的血管做分离，那打断之后，我们重新在上面的切口去找局部的血管，重新做吻合。所以这手术相对来说是需要在显微镜下面进行，那比较精细，当然手术时间也比较长。医师讲，黏房钙化可能是黏癌的表现之一。目前国健署提供45岁以上，一加40岁以上2等亲以内有黏房家族史的女性，每2年做一届黏房电工的摄影检查，呼吁女性爱定期检查，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休斯顿的台湾语文学校哦，成立要40档咯。唔那教华语哦，最近嘛专工邀请现代台文系的老师，搁有台湾罗马尼协会去开台语的课程。望讲台湾人的后代伫美国买当学会晓台语哦。未来嘛，拍算要来开线顶的课程，互有心想要学台语的人有学习的管道。老师伫头前甲囡仔人仔看起来真熟悉，这是伫美国的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自1985年成立到今已经要40档，为着要互伫美国生活的台湾人、台美人后代，通有接触台湾文化、语言等等的环境，有开真侪多元的课程。8月24日，学校专工邀请现代台文系的老师和台湾罗马字协会去开台语罗马字的研习课。为着要有法度，顾着讲，阮教的学生囡仔有法度。知影讲，伊这个字安怎写，伊要看伫伊笔记看册，伊会当念会出来。佫无煞特别去学汉字，阮就开始争取，开始安排，看要安怎来办即个研习营，互咱的休斯顿的乡亲会当进一步了解咱台语和台语的语言。校长嘛表示，英国学校的台语教材拢爱老师家己编，不过这几年台湾的台语教材愈来愈多元，多数拢有发音通听。对因来讲，学生要学台语嘛哪来哪方便，因嘛真欢喜看到这款的改变。今日这届受邀请去休斯顿的张伟文教授表示，研习课除了教白话字安怎读写，嘛讲到文学史。另外，因为课间一天，因嘛甲线顶的台语教材介绍给休斯顿台湾语文学校的师生知影。就讲生活一个基本的概念。过来，因为咱嘛有迄个教材哈，咱教材咱嘛有开放哈，有线顶的教材，嘛有书面教材，因为佫搭配迄个教材，当去厝了，佫做一寡复习。
连官郑伟文嘛表示，这届学员凡是有一寡是有兴趣要做台语老师的，伊嘛希望透过这届机会，甲海外台语师资的精进点落去，后续嘛有按算要开线电课程，互台语的未来越来越大拍尾。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美国的史丹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讲咱人哦，伫44岁到60岁这两个岁数会老甲特别紧哦。44岁时哦，会因为酒精佮咖啡因，互代谢变慢；60岁时脂肪代谢变慢，会造成肌肉减少症，佮有心血管疾病、免疫佮腰子功能哦，拢会产生变化。伫少年的时阵，若透眠、唱歌、狂欢，过当工也是亲像一杯外冷共款。就算是下昼啉咖啡或者是茶，暗时也是真好困。不过伫年纪愈来愈增加，无法度搁再亲像少年时阵共款体力遐尼好，互人会产生中年危机的感觉。一项由美国史丹佛大学甲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做伙所做的研究发现，人体并不是随着时间慢慢老化，是伫咧两个时间点老了较紧。科学家追踪108岁成年人，每3到6个月就采集因的生物样本，包括喙内、皮肤、鼻孔内，也有血液加粪便，分析身体内面135000多种分子加微生物伫咧无同年龄的变化，建立2460亿数据的资料库。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其中81%的观测分子伫两个阶段发生正大的变化，分别是44岁甲60岁。研究发现，44岁左右的变化包括甲酒精、咖啡因、脂质代谢分子相关的分子变化，互人出现若是啉酒甲咖啡了，爱开更较侪时间，互身体恢复，也有容易出现肌肉损伤，并且造成体内脂肪囤伤多的情形。到60岁的时阵，脂质代谢的变化容易出现肌肉减少症，而且得到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尤其是心血管的疾病、腰子病，也有糖尿病。研究结果也甲进行所观察的相关疾病的风险，并不是得到年龄增加，而是伫特别的年龄增加特别紧的这种现象正共款。譬如讲，阿兹海默症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伫60岁了会明显增加。研究团队建议，伫过40岁了，就较注重生活方式，甲一寡较歹的生活习惯改掉。譬如讲，较歹啉酒，和代谢能力较袂下降；加运动，会当保护心脏，并且维持肌肉的量。相关研究结果怎么已经刊伫咧《自然水脑期刊》，虽然目前也阁无法度说明分子变化甲老化之间的关系，不过研究提供的线索是当帮助了解年龄相关疾病的驱动原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世界上上长退休的人，伫西班牙玛利亚莫瑞拉，伊20过身咯，食到117岁，已经过2届的世界大战咯。伫2020年，佮捌患着新冠病毒。玛利亚过身了后，即嘛世界上上长退休的人，是伫日本兵库县的四江父子，今年是116岁。玛利亚·艾莫瑞出来的人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讲，这位当今世界上上长退休的时大人，20伫咧困梦中过身，享受117岁。今是世界纪录加发文证实，玛利亚以117岁过168天，将做史上认证年纪第8悬的时大人。玛利亚1907年3月初四，伫美国旧金山出世。7岁时阵，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搬转去西班牙，一生经历过1918年流感大流行、2遍世界大战，也有西班牙内战。2020年，伊伫咧庆祝113岁生日了，无久就感染新冠病毒。好佳在伫房间内面居家隔离了好势。2023年1月，法国修女安德烈过身了，玛利亚就正做今世世界纪录认证，全世界上长退休的时大人，伊的人生最后20年，拢踮伫咧西班牙东北部一间安养院。伫过身进前一天，发文讲感觉身体诚虚，尾仔因的出来人就证实玛利亚已经过身。老人学研究组织表示，伫目前世界上上长退休的时大人，将会是今年116岁，日本兵库县芦屋市的四江父子。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来看天气哦，今仔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佮有其他的山区过昼哦会落雷公雨，而且有可能会落了真大哦。明仔载过昼了后，西半部地区佮有其他山区嘛会落雷公雨，雨赶快会落真大，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